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30，诗篇62篇11节到12节安尼讲：上帝讲一摆，我有听见2项，就是关人属伫上帝。主啊，主爱也是属伫你，因为你有照逐人的所行来报应因。三甲来祈祷，照阮所行报应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满有信实甲公义的上帝，你是充满怜悯甲疼痛的天父。主啊，你的阳光遍照全地，你的话充满通世间。主啊，天顶地下海里其中的一切，拢属伫你。既然有活开的，拢要学乐称颂你的名。主啊，你对阮的疼极其丰盛，你所赏赐阮的是性命的平安。主啊，世间的一切拢无法度计量阮伫你的疼，因为阮知，无论是啥境况，你拢要甲阮同在。主啊，关人属伫你，主爱也是属伫你，因为你照逐人的所行来报应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